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25下晡新闻，我是麦尚莹。头起先带大家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台中已经查到老爸身份社会局会派社工去确认。新北市有里长收到用 AI 换面用的无公开的影片，互人威胁要用钱来买，若无就要对外公开。今嘛警方已经开始咧调查。有人照气象所温度数据做出一份统计，发现全台湾上热的城市就是伫台南，规年烫天有186天温度伫咧30度以上。咱要先来关心的是伫台中市综合报道。另外，咱要来看台北市有公车掉贼头。顶日下晡4点外的时阵，有一个中年女性，伊趁司机把车驶转去信义区的总站咧休困的时，看到这个车门无关，而且锁匙嘛无拔，转把这个公车驶互走。等到司机准备要来出车的时阵，才知影原来公车已经互人偷驶去。这业者讲确实是有疏忽，所以会加强教育。那警方目前犹搁咧查，台北市公文处也回应讲会讨论要照公路法来甲业者开发。这台公车倒外拢无压线，沿路顺顺啊驶。不过，到公车牌啊，煞拢无咧停的。了后，这个赛车的查某人煞雄雄落车，甲车留伫咧大路的。原来伊根本就不是公车的司机。这台车在4点59分的时候就被开出去，然后在5点20分的时候断讯，车身卡到这个弯道上面。那可能他技术跟经验是不足，所以他没办法排除这个状况，所以他就弃车逃逸。公车帮咧就做伊走，原来这架车是偷看的。这个涉案穿乌衫的负责人，23下晡4点外，趁司机把车开转去总站，发现锁匙无拔，竟然就把公车驶走。为客运上这站，沿路驶遍2公里，驶到南港就把车黑了。业者表示，迄天捌看到这个查某人伫咧站内乱踅，佮甲人借分。不过，这个公车司机的行为嘛有疏失，会加强教育，讨论敢是要处分。该失窃公车经 GPS 定位，已由客运公司自行寻回。车内外尚查无其他财损情事。全案经扩大调阅监视器画面，以掌握犯嫌身份。警方接到通报做调查，锁定这个40岁姓刘的查某人，伊有窃盗等等的前科，当咧顺线查缉，以窃盗罪嫌侦办。不过台北头一摆出现公车去用偷驶去，公安处无排除甲客运的业者采罚。等到那个警方厘清，就是他那个偷窃的人到底是谁，那后面我们再来看看是不是要就他们为3进人车保管的责任的部分去做一个惩处。公安处已经要求业者，车的锁匙都要保管好势。初步暂时以行政指导为主，后续会阁讨论敢是要就疏失的行为，以公路法罚9000块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海警船搁再来咱的海域咧调查，今仔日透早咧有民众伫金门的海墘啊，看到中国海警船入来到咱的水域，离岸边上近是敢若5海里，也就是差不多9公里尔。海巡署是表示讲有派3只海巡艇去甲赶互走，用2点多钟的时间完成任务。你已进入中华民国禁限制水域，严重破坏区域和平稳定，影响海上航行安全及交通秩序，请立即转向，请立即转向。这4只中国的海警船是2只做一组，对金门北碇的东边，也阁有复兴市南边的海域，驶入来咱的限制水域。咱的海巡是随派3只巡防艇，那翕相、那广播，用2点多钟的时间，把人赶到咱的限制水域以外。照这个路线看起来，中国的海警船就是调工编队要驶入咱的水域的。除了这海警船以外，咱的国防部也公布，昨有中国的军机飞来17只，军舰是驶来8只，而且也有个这6月26，中国会来执行火箭发射的任务，会飞过咱的防空识别区。另外，这清大台北政经学院是来发布2024国防评估报告，来检讨咱这几档的国防预算。美国国会授权成立的跨党派的美中经济及安全检讨委员会 （USCC） 组团访问台湾，甲总统赖清德见面。长期以来 ，USCC 都非常重视东亚的区域安全。面对威权主义扩张，我们深知强化台湾的安全就是强化区域的安全。台湾会持续负责任地处理两岸关系，并致力维持台海及印太的区域现状。
也希望国际社会不应允许中国任意划设红线。I don't think China's just aggressive in this region, it's globally. And I think we are considering the broader context of how China is behaving in the world. USCC 去年年度报告当中，北京5个大厦应该伫美国本土训练台湾部队，来确保台湾军队接受美国军售时阵已经使用甲进行。因为中共继续武力恐吓，咱的国防部公布指示几天，查到14架强机、8架强拦胶台，而且阁有个中国2人会执行载运火箭发射任务，飞行路线按算经过咱的 ADIZ。清代台北政经学院发布自控技术国防评估报告，针对咱这几年国防预算来进行检讨。你今年编了特别预算以后，明年就没有了。所以这种建军的方式啊，其实对我们来讲，对国家来讲，其实是一个不利的方式啊。朝实战化的方向来看，当然是绝对是一个正确。在一个框架之下的没有剧本，目的是希望尽量能够接近在实际作战会发生的状况。对过16年了后，现任参谋总长梅家书要甲立宪专案报告汉光演习，前参谋总长李喜明表示无认同，不过认为汉光趋向实战化，也个感情去中心化指挥管制，落实作战规则，拢是好的方向。记者综合报道。咱头一台国车国造的105公里链行的战车，今仔日伫南投公开测试，展现一寡性能，也阁有无共地形的适应力。这种链行的战车其实甲一般用链大的战车是无啥共款，伊的时速会当来到100公里以上，机动性要阁较悬，而且设置装甲了后，也会当抵抗30公里甚至的攻击。赛车进行向大动，唔但展现制动能力，也是测试战车的操控性。除了速度能力，战车的稳定性也真关键。伫坎坎坷坷的车路顶头走，炮塔透过双条稳定系统，也是会当维持伫个平放姿态。规台车驶起来真稳，面对大角度8架30吨的战车，同款会当应付。唔但正面8架无问题，对边仔8架同款倒顶年间，展现适应地形的稳定性。这是头一台国车国造的战车，105米里链型战车，头一届伫媒体镜头前进行动态展示。目标刷顶动链型战车也伫咧走，同款会当精准击到。除了车辆稳定性、攻击和防护能力也真重要。副驾装甲后，战车正面会当挡30米里长架弹的攻击。烟雾弹发射器是采用环式特管，和传统的旁收式无同款，有加强脱离战场的能力。履带是它的重量50吨，然后它的最高时速是50公里左右。轮型战车主要是负责快速部署以及机动打击，开的最高时速都有到100公里以上，所以这个是符合到我们未来机动打击的目标。车长搜索到第2个目标，按下列歼模式，此时主炮的炮口就会自动指向第2个目标，这样的话就可以有效缩短接战时间。这台由军备局中科院顶档为联合打造的链型战车，自制率达到89%。未来根据需求，把车辆高度降低到3公尺以下，提供予各军种列入去补选方案，展现国防自主量能。记者综合报道。国会这款修法明仔载会正式来实施。立法院国民党团也有民众党团是要邀请总统赖清德去国情报告，也毋过赖总统是来决定要澄清释宪甲暂时处分。行政院长杜英泰就表示讲，会伫上紧的时间内来做出决定，呼吁宪政机关都爱有站责，无应该有伤济动作。也那民众党的主席郭文哲，伊是批评这赖政府就是咧恐吓在野党。立法院这款刑事法修法会伫2日生效正式实施。不过，总统赖清德决定澄清释宪，也有暂时处分。不过，传出国民党甲民众党可能伫释宪之前，利用这个让旁邀请赖总统依法去立法院做国情报告。行政院长杜英泰25强调讲，宪政机关应该爱遵守分寸。大法官解释之后，才对这个新法究竟是合法还是失效，大家有共同的体认。所以我希望每个宪政机关都应该严守它的分寸呐，不应该有太多的不应该的动作。杜英泰表示，希望透过大法官宪法法庭做出决定了后，
以及现情的稳定，也有医护5院体制平衡。因若申请适限的时间点，会伫上短时间来做决定。毋过是引起民众党主席高文哲的不满，批评赖政府毁宪乱政，力恐吓在野党。在野党不以贸然行事，这就是在恐吓大家，是不是？立法院3读通过的法律啊，只要不合你的意，你就申请释宪，然后就不打算遵守了。我就要问大法官做还是不做？大法官做了，不就是印证了社会各界对于大法官是民进党提名，可能有绿色倾向的这样的一个怀疑？国民党指控赖政府可能对大法官下指导棋，涉嫌案的战场真明显是纠官兼裁判。嘛认为讲赖总统伫涉嫌进前，无愿意去立法院做各种报告，伊伫选情的承诺根本就无照片照行。要抢先跟时间赛跑来去做这样的国情报告的邀请，我是觉得这是不妥适的。但决定认为讲，涉嫌进前任何的举动拢无妥当，但到涉嫌案明朗化了后，相信赖总统会做完整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好，针对这个国会这款修法，监察院下晡也来开记者会，批评立法院通过这个修法案是破坏宪法五权分立的概念，亲像调查权都无写清楚，这个调查的界线到底是伫倒位，所以监察院宣布会甲宪法法庭来澄清释宪甲暂时处分。详细的情形，咱要交予台记者郭碧君，也有谢桂林。是财管局要最近来关心国会这款修法，今日下晡监察院是对外召开记者会，是以反对国会国权严守权力分立，也个有捍卫监察院的这款3大主题来对外提出说明。也来讲，伊是讲要向宪法法庭来提出释宪，也申请释宪，也个有这个暂时处分。这个记者会是由监察院的秘书长李准义来对向外对提出说明，来看因的讲法。这是2004年的释宪案。2004年的释宪案，5报讲的是什么？我也念给大家听。立法院调查权乃立法院行使其宪法职权所必要之辅助性权利。基于权力分立原则及制衡原则，立法院调查权所得调查之对象或事项，并非无所限制。监察院表示反对国会国权，因为这会影响权力分立，讲会向大法官申请释宪，也个暂时处分。监察院强调，监察院是国家的重要监察机关，这是宪法规定的监察院的职权。这个修法会破坏监察院的权力，尤其是伫咧调查权的部分。咱来讲到，虽然这立法委员自以前就发出3权分立的声音，但是监察院表示，伫咧修宪通过进程，要是爱按照目前宪法的规定行，这是遵守宪法的这个行为。以上是公视台的连线报道。好，再来看这诈骗手路有影是百款。最近伫新北市都有真侪里长是收到用 AI 换面容的无公彩的影片，而且搁来威胁因用钱来买，若无就要对外公开。即马警方已经开始咧调查，也那刑警局是建议讲，这相片会当加一寡浮水印，会当减少互人冒用的风险。诈骗的手法各有新部署，一位亚测最近新北有真侪里长拢收到咱的威胁影片甲信息，用 AI 画面深柜技术合成无雅的影片，要求私下买影片转去，若无就要对外公开。他讲说他是截取一小段，然后就是还有一长段。那基本上如果我们没有跟他积极联络的话，那他就要把这些放到各大媒体去推播。我本身是警察出身，所以我一看我就想说这是诈骗，所以我当下就是我收到之后，我就跟派出所联系去报案。营业里长有在网络上有 po， 那我在想说会不会我也会收到，最后昨天上午我就收到了。受害里长出来讲话，也伫面册发文，希望借家己的经验。提醒民众爱注意新形态诈骗，警方接到报案了后，已经展开调查。那我们分局随后立即由侦查队这边来召开扩大的一个侦查。那目前在6月24号，在昨天的时候，已经填写了警察机关处理疑似身伪技术检核表。为过去的异样式的诈骗假冒伪证，也佫有仿造名人投资诈骗，甲即卖指定被害者 AI 画面恐吓。网络顶悬里长的公开信息、相片甲联络方式，加做诈骗集团锁定的对象。诈骗的手法是800款，要如何反制呢？刑事局建议相片甲浮水印应降低无用的状况。我们很多公众人士在相关的网络上都有你的照片，可能都会被
透过截取之后去做类似的一个伪造的做法。所以在此啊，也建议在相关影像上啊，可以用浮水印的方式来避免有类似的情形发生。国民党团是表示，会加速修订打诈专法，相关部门也要鉴定更加密切的情报编组，将解决快速变化的诈骗的手法。记者综合报道。新冠肺炎即马佫开始咧流行，即马医界上界烦恼的就是抗病毒的药物的欠货。有医师讲有一种号做莫纳皮拉韦即个药物，即马明明就是欠货，也毋过疾管署煞讲这库存是有够用的。疾管署是表示讲，目前是当咧筹备即个新冠肺炎的抗病毒的药物，要买2万份的莫纳皮拉韦，预计即个7月初4就会来到台湾，也若7月初5就当配送到医疗院所。新冠疫情继续清悬，国内目前都是流行期。根据疾管署的监测，敢若是6月11到6月17这礼拜，都增加623例本土确诊病例。疫情并发症当中，65岁以上老大人占79%。上好医界烦恼的就是抗病毒药物传出欠货。有胸腔科医师就提出画面，家己要开药啊，术后系统阻断，顶悬清楚写。莫纳皮拉韦目前欠料当中免开，啊，毋过疾管署说讲库存量充足，这期导致购地感觉是真的困难嘞。政府一方面面对新闻媒体，有说请开啊，有药啊，我们药很多，结果呢一开不出来，发现 CDC 偷偷的发公文公告说啊，大家不要开这个药了。所以说表示，疫情升温的时阵，患者若无有通用，会面临真大健康风险。疾管署表示，甲今年6月2日，国内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库存量，瑞德西韦有103513支，贝拉韦有1300759人份，莫纳皮拉韦是负8562人份。啊，毋过依照目前药物疗效的相关研究显示，莫纳皮拉韦的效果有限，目前列为有条件之下使用的药物，也就是无法度使用贝拉韦、瑞德西韦甲其他建议药物的时阵，才有条件来使用。他没有办法使用贝拉韦或是瑞德西韦或是其他建议的一个用药。那这些病人呢，大概主要是包括一些重度的一个肾功能不全，或是他是一个洗肾的一个患者，重度的一个肝功能不全，他在治疗的那些药物跟贝拉韦有一些严重的一个交互作用。在这些情况之下呢，才会去考虑用莫纳皮拉韦。因应最近疫情清悬，暂时回公。疾管署已经启动2万人份莫纳皮拉韦的采购计划，按算7月初4到台湾，搁伫7月初5配送到医疗院所，来衔接临床使用的需求，积极筹备各项新冠肺炎抗病毒药物。记者综合报道。丰台的季节咧要到啊，即马气象署就预计讲，今年是因为反盛型现象，所以这风台隔起来的所在可能会离咱台湾较近。也那这个数量应该是比平均要搁较少的。另外，今年7月到9月的温度会比正常的标准要搁较悬。也那落雨方面，等到是正常偏少的雨量。特别继续梅雨季创下史上第5少雨的梅雨纪录。特别正值7月到9月热天，气象署统计雨量正常偏少，气温会比平均值较热。根据过去的统计资料，西北太平洋6到12月差不多有11到15个风台形成，外台湾风台个数平均是3到5个。气象署预测今年下半年风台形成总数甲外台湾数，拢会是正常到偏少。最新的预测是2到4个的台风。是几率比较高，太平洋高压比较显著的时候，它常常就是往西直行；另外一种就是会往北偏转。那这2种台风的路径，只要它稍微够靠近台湾，其实都有可能会对台湾造成影响。另外，为提供更加完整的风台资讯，气象署会伫有报道组增加风台暴风到位时间预估，和风灾单位用伫风台来进行的3到5天，就知影暴风可能上早到位的时间点。另外，短期天气部分，气象署提醒，刷入去1礼拜拢是悬温真热的天气形态。5早起，本岛只有4个县市无达到高温的警示。提醒大家，今天在南部近山区的内陆所出现局部性高温的现象范围会比较大。今天、明天、后天都是这样子。另外，中岛季后绝对流旺盛，可能有低温时强降雨，雨区大，落雨时间也长。
气象署会随时发布大雨和及时资讯，也提醒民众出外时阵爱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综合报道。民生经济的消息来关心国内景气上新的调查，这 AI 表现也是袂歹的。也毋过其他的产业，若准后半冬要大赚，其实是真无简单，因为咱的传统产业是有受到中国的影响。也若利率的部分，这美国是受到总统大选的影响，所以上紧伫第三季才会来降息。这也显示讲，咱的货币还阁有调整的空间。另外，咱的央行信用管制，佮加上新青安要来调查，所以房市交易量可能卖减少。台经院2月公布5月份景气动向的调查，发现伫 AI 高阶服务器也是有真好的表现。不过，亲像传统产业等等的产业，受到中国持续消化库存的影响，当时会当阁起势，也要持续观察。你的2朵花开到美国的当然好，高阶制程是一种创新。但成熟制程是在拼价格的，拼价格你都很难拼得过中国。有创新的东西就比较不会有中国的威胁，没有创新比价格的，它的威胁一直都在，所以要百花齐放不容易。台经院表示，国内经济成长率预测虽然超过3%，不过伫物价起的部分，毋但民众感受到通货膨胀的压力，厂商嘛面临成本的压力，呈现前无起落后有对比的情形。另外，货币政策的部分，美国年底要举行总统大选，按算上紧第3季的尾期或者是第4季的初期，可能会降息。也若台湾货币政策、影响物价、台币利差等等的因素，下半年也有调整的空间。也若不动产产业受到中央银行第6波信用管制的影响，也有财政部查新青安，下半年景气平平啊，呈现利多侪过利空。对于在这个溢价的空间会相对的比较偏小哦，那所以这个部分呢会使得买方他的一个出手。稍微会比较观望一些，在今年下半年的整体的交易量，这样恐怕会出现成长比较幅度缩减，不过价格依旧还是会维持在相对的高档。专家指出，台股最近徛在伫2万点以上，也帮助不动产产业呈现利多。不过，2月台股的表现虽然有超过2万点，不过盘中捌大到超过300点了后，有落较少，嘛互股民的心情袂输是洗衫温暖同款。记者综合报道。台湾连续2档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拢超过3000人。交通部是讲，这一档要减5%的死亡人数，也毋过去年是无达到标准的。所以，小机会是邀请政府单位也有学者做伙来讨论交通安全的对策。也那交通部是表示讲，未来会请各县市定一个目标，若准无改善，就会继续来辅导。去年台湾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是3023个人，虽然比111年减41个人，不过这个数字的背后，代表的是济破碎家庭。虽然道路安全基本法已经在今年通过，不过要达到2000年交通零死亡的环境，台湾还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到今年的3月呢，死亡人数呢772人，那减少了39人，也是一样，也是没有达标是降了大概4.8%，还差那么一点点。根据交通部的统计，造成道路交通事故上大的10个原因，上侪是赛车的人戆神、紧张、无专心咧赛车，过来是食酒赛车、弄红灯、转弯的时阵无让直行的车、无保持行车安全的距离，也个无按规定减速等等。为了改善道路的安全，交通部提升道安汇报，到行政院的层级，未来嘛请县市定目标达。这篇各地方政府管控的机制，如果说已经连续2到3个月都还是呈这样趋势的话，我们就会要求他们要提出改善的策略。如果再不行，我们就会启动现在一个叫道安的行动小组去进行辅导。不过，除了驾驶本身的问题，台湾交通车路的设计，嘛要好好同步检讨和改善。中正路右转中华路，好，把这个行船线整个退缩到后面去。那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公车司机啊，是真的是做得非常好。虽然去年无达到标准。不过，交通部赶快发出希望，今年会当1年降5%死亡人数这个目标。除了依次遵守相关法令的规范，按算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的规则，会在7月中进行修正发布。整体车路规划指引，嘛会在今年年底进行完成草稿。记者综合报道。
环保团体批评咱 PM2.5的平均值，讲要对一档15微克降到12微克，结果煞拢无看影。所以即马环境部是表示讲会分3个阶段来推动。第一阶段就是2030年的时阵要降到12微克，也那第二段是降到10微克，落尾的目标就是5微克。也毋过即马针对第二段抑有第3段的时间表，是要做出决定。要让国内空气品质更较好，环境部推动空品标准修正草案。原本预计要让 PM2.5年平均值为15微克达立方公尺，到2030年降到12以上，环团一期降无够。环境部佮公布新版本，要分3阶段来降。第一阶段降到12无变，第二阶段甲最终目标分别是10甲5，但还未定出时间表。我们来务实这样用所谓的分3阶段的方式来呈现我们这一次的空品标准的方式。要改善空品，更加需要地方做伙拍拼。不过，双北环保局拢希望会当排除计算海盐佮境外污染。新北市指出，万里测站就伫海边，高度受海洋佮境外影响。把它划定为3级防治区哈，我们是觉得有点不公平哈。那我们也觉得很委屈。台南市环保局嘛呼吁，嘛表示用尽一切防治手段，嘛正歹降低境外污染的影响，嘛认为甲 PM2.5年平均值为15降到12挑战较大。在过的几年，其实我觉得它下降幅度还是有限的。建议大陆这边可不可以考量在扣除境外污染物的部分，其实可不可以评估进去？平常呼吸的空气就长这样，那你把那个扣掉。我们呼吸的时候，并不会说境外来的时候就不呼吸啊，这个是我们另外一个思考的论点。针对地方环保局的建议，环境部表示会个评估，那个空品标准加严，环境部嘛算过所带来影响。AQI 绿色良好的日数会减少16%，黄色普通会增加16%，柑仔色提醒会增加1点点嘛，红色警示日是维持小常。记者林美丹从为台北报道。再来看，为着落实总统热清着要强化离校医疗照护的政策，即马卫福部是宣布7月份开始，无到7岁囡仔就会当增加6届的发展采检的服务，会包括大动作、幼路的动作，甚至是语言甲社会发展4个面向，互一寡囡仔会当量早发现、量早治疗。这3岁囡仔这进前因为情绪问题去病院看医生，家长阁怀疑是自闭症，后来经过儿童发展体检量表检测了后，发现主要问题是动作迟缓，毋是情绪障碍，而且伊情绪是因为动作能力无够，才有上气的反应。好在在经过早疗复健了后，即卖筋膜动力有改善，情绪也稳定真济。之后，我们又在做了这个神经学检查，就发现说，这孩子其实肌肉张力是先天比较偏弱的一个状况，对，所以呢，其实他是属于一个先天性的发展障碍的一个孩子。为优化离校医疗照护，卫福部国健署宣布，为7月1开始，专门针对未满7岁囡仔增加600个儿童发展体检服务，由受过训练的儿科、家医科或者是幼儿专职医师，针对囡仔粗大动作、精细动作、语言认知甲社会发展等4大面向来进行体检。如果有异常没有通过，那就透过电脑直接转诊到这个所谓的联评中心。在医师方面来讲，如果有异常转介，我们再给予每一位异常个案的250块钱的一个协助。国健署强调，希望透过标准化体检工具，找出囡仔发展迟缓的原因，早疗早发现，掌握黄金疗愈的机会。虽然即卖人囡仔生较少，按过每一个拢爱较好。记者综合报道。面对台湾少子化的危机，即马毋但是政府，就连民间也咧斗想办法来解决。全高总就认为讲，咱的劳工产假是干那8礼拜，毋但是无达到国际14礼拜的这个标准，也偏其他的国家拢要搁较少，所以就认为讲爱提供女性一个友善的环境，还有政府爱修法，把产假来提悬到14礼拜。我们目前的一个制度，特别在劳工的部分是8周。那公教人员是42天的一个免假哈，那我们认为远远低于国际的
10周以上。台湾酒检化危机是爱解决的个案问题。专高中表示，根据内政部的人口统计，去年出世红婴有13万5千多个，平2022年减3400多个。因认为应该提供更加友善的生养环境。亲像台湾目前产假只有8个礼拜，应该提高到14个礼拜。这个主张也得到在野党立委支持。瑞典挪威、爱沙尼亚等等北欧国家，相对比较长的状况，它的儿童新生儿死亡率是比较低的。其实已经不是你给他多少的津贴，而是你怎么样让他没有后顾之忧。那个时间他要适应他身为人母，然后身体的变化、心理的变化。专高中表示，根据国际劳工组织伫2000年修正的母性保护公约规范，产假至少要有14个礼拜。亲像日本、新加坡一寡国家，拢已经提高到14个礼拜以上，显示台湾产假规范无对国际潮流进步。劳动部长侯培山5月底伫立法院维权委员会表示，愿意重新检视制度。产假当然现在目前表面看是8周嘛，可是包括安胎假、包括产检假合并起来，有薪部分这个部分合并就已经都15周了。我们愿意来评估好不好？很多的一个假不见得他会去请，或是请得到。政府不应该再用这样的方式把很多东西拉加进来，然后感觉扩大它的母数。劳动部长侯培山5月底接受质询指出，安胎假、产检假、产假这寡假合并计算有15个礼拜左右，未较输附近的国家。但是专高中批评，这寡假的性质甲产假无同，未使合并计算，呼吁中央爱重视增加产假的诉求。记者林玉凯台北报道。国际消息，咱来看，南韩有一间做锂电池的工厂，昨发生火灾，目前已经知影有22个人死亡，这大部分拢是中国的劳工。南韩的官员就表示讲，这死者真有可能就是伫短时间内去吸到有毒的化学气体，唔才会真紧就死亡。一具一具的遗体讲出来，已经受害去建筑伫华夏市专门制造主要用伫感测器、甲无线通讯设备的锂电池工厂着火，烧差不多6点钟拍火。原因初看是放3粒5000粒电池的仓库零环保。 총알막날아오는소리요。 火势传较真紧，消防员向受损的建筑喷水，建筑顶层部分已经崩塌，规栋楼看起来亲像一大堆一大堆，被炸飞到街仔路。死者大部分是外国籍，中国人上多，因为拢是短期骗局，因可能对楼层路线不熟。做锂电池的原料含有极度化合物，而且真高度。 官员初判罹难员工可能几秒钟只数一两喙气，都因为毒气死亡，不是小事。 유해화학물질로 번지지 않도록 차단 조치를 확실히 해주시기 바랍니다. 경기도와 화성시에서는 피해자별로 1:1 전담 공무원을 배치해서 지원에 최선을 다하고 부상자들이 치료를 받는데 불편함이 없도록 신속한 조치를 당부드립니다. 南韩近1年来，因为发生真侪摆这种工业意外，造成大量死伤。首尔当局2年前立法，将对业者纠缠淡化甚至坐假暗告，安尼代志有缘发生。公司新闻黄文平报道。 再来看，中国昨发布今年头一届的大水河红色预警，华南地区做大水造成真严重的灾情。也那欧洲的瑞士嘛，因为连续几天落大雨，这土石流拼入去一个小镇，造成1个人死亡，2个人失踪。大水甲土沙冲落来，画面真惊人。瑞士为一开始连续几日间强降雨，互当局宣布紧急警戒状态。 第二次强降雨造成阿尔卑斯山有名的度假胜地策马特爆发崩起，大水直接冲入去一个小镇市区，造成3人失踪。救援人员经过潮吹，发现一个失踪15人的遗体，暗过依然有2人失踪。 Prima di rispondere, adesso che abbiamo avuto anche queste informazioni sulla vittima, vorrei esprimere anche a nome del governo federale, facendomi certamente interprete di tutta la popolazione svizzera, di quella che in altri cantoni sta avendo anche delle difficoltà, penso al Canton Vallese in questo. 瑞士气象部门指出，过去日之一天降雨量达到114毫米，而且有63毫米集中伫7点钟来落落来，平均30年才出现1摆强降雨。瑞士警方也表示，失踪者活落的机会真低，目前当地依然有真侪路断去，铁路运输也受影响。
救援人员开手灵船将受困民众救出来。中国华中甲华南地区一时也落暴雨，中国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是中国上高级别的天灾预警，也是今年第一摆发布这个警报。气象单位预警，到日期进前，江南北部、江汉东部甲南部真侪省份拢有连续性强降雨。福建、安徽、河南等地拢传出淹水灾情，广东惠州几夜间的暴雨造成至少47人死亡，也有真侪人失踪。公司新闻电话前朋友。伫英国关5当外的维基解密创办人亚桑杰，伊承认违反美国的间谍法，所以预计6月26日达成最后的协议了后，就会当离开英国，返去到伊的故乡澳洲，唔免搁在印度到美国。美国司法部的文件指出，甲解密网站维基解密创办人亚桑杰达成协议，用承认刑事指控换终结伫英国的家境，允准伊返去澳洲，结束真长的法律诉讼，佮避免被引渡去美国。Well, from the U.S. government's perspective, he's already been in prison for several years, and so they believe that this time served punishment is actually a reflection of the crime that was committed. And so they don't view it from their perspective as letting him off the hook, although the net effect is he does not have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ace charges. 52岁亚桑杰过去是澳洲记者甲社会运动人士，伫2006年建立维基解密，2010年公开50万份美国机密档案遭到通缉，其中包含美军伫伊拉克甲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斩杀百姓这罪行，是美军史上上大外泄案。亚桑杰就安尼面临18项指控，那这罪名成立，伊会面临上悬175年的加禁。伊捌伫2011年去厄瓜多自行大使馆寻求政治庇护，2019年被赶出大使馆，因为违反保释条件入家。伊伫关伫伦敦最高戒备等级的贝尔马斯加加，最近5年拢咧拼命抵抗被引渡到美国受审。As WikiLeaks stands under threat, so does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health of all our societies. 澳洲政府一直咧呼吁美国撤销对因公民亚桑杰起诉，国会还搁伫今年1月提出动议，要求北京回返去澳洲。维基解密分享影片显示，被关1901天的亚桑杰已经坐飞机离开英国。公司新闻电话点报道。再来看印度德里的水源厅厅长，因为抗议水资源分配无公平，也阁有欠水的问题，即马已经绝食到第4天啊！这个德里的官方就表示讲，即马正咧改善地下水的系统，也毋过有官员所表示讲，这款措施其实也是无通解决热人欠水的问题。天气有够热，德里一寡上散食街区的水道头差不多拢打起啊！百姓都爱灌大细的管桶啊，到水车去提。这含几公里外连草啊，拢加甲真整齐高级社区，是形成真强烈的对比。水资源分配无公平，嘛是德里的水源厅长就是抗议的主因。以及讲附近的海洋那邦大量使用河水，海洋那邦是回应讲是德里的管理有问题。आज 28 लाख दिल्ली वाले बूंद बूंद पानी के लिए तरस रहे हैं। मेरा ये अनिश्चितकालीन अनशन तब तक जारी रहेगा。在当年的热天，几百万印度的民众拢爱面对欠水的问题。德里重要水源雅穆纳河，在可怕的热天流速100万，农场办公室和家庭用水需求量拢增加，但是供应却真有限。今年热天热应高温，和相关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连德里和红酒，就是印度的涉谷的南部大城班加罗尔拢受影响。因礼拜有百姓为着抢水起冲突，向公部门来示威。इतना सारा पाइप लग गया कहाँ से पानी आएगा बताइए? तुरंत पानी खत्म हो गया। एक दिन बाद टैंकर आता है यहाँ और सारे पाइप को जल्दी चढ़ जाते हैं। किसी पाइप मिला पानी मिला ही नहीं, किसी को मिला किसी को नहीं मिला。新德里的非营利机构科学和环境中心水资源专案主任卡普讲，当局是一直推动真侪未规划的开发，但是对1994年以来，却毋捌审慎分配河水的资源。德里的政府表示讲，当在计划要复苏河和加季节性雨季、后雨季期间，雅穆纳河溢出来的水欠起来，改善地下水的系统。不过官员讲，干那靠这措施是真歹解决热天欠水的问题。环保人士讲，极端气候袂无去，德里需要的是全面水资源管理计划，嘛袂当甲雅穆纳河当作是主要的水资源的来源。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
再来看咱国内咧罢免家人市长的行动，即马已经收到超过27000份的联署书，离6月底3万份的目标差无到3000份。立言是批评讲，即个郑国良是因为东华商场咧做被告，应该心肝内就爱有一个底。也那拿赢是认为讲，市政府是拍赢代理公司的官司，应该就爱感谢市长已经替市民甲资产保护掉。强盗市长国良丢脸。批评家人市长郑国良是强盗市长，因为东华商场接管案件，郑国良正做真一案被告，而且攻击青年电动机车补助案件，甲非法招标案，拢列为他一案被告。民进党25举行记者会，爱郑国良知所进退。我们希望谢国良市长真的是要自己知所进退，不要等到公民运动都已经上门来敲门了，再去做决定。市府坚持捍卫市民财产，团队一向依法行政，盼检方公正调查，对这3案的清白深具信心，也盼案件结果确定前，外界勿以讹传讹。那也回击，因为东华商场的案件，家人市府甲代志公司的争议案胜诉，应该感谢市长替市民保护资产。此事延烧了1个多月。我想对他的评论是正负2极。现在司法终于还以公正公平的判决，非常感谢我们谢国良谢市长。针对家人市长郑国良的罢免行动，第一阶段联署已经募集超过27000份联署书，离6月底3万份的目标只差不多3000份，就应进入第3阶段。不过，所民进党议员郑文婷甲张浩涵的服务处也加入加做联署站，引起那赢质疑，进行按照罢免的公开化。政党没有介入，身份角色跟其他店家身份角色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提供的就是让民众可以多一个选择，然后去递联署书。影响议员强调，家己也是家人公民，协助公民收缴完全无问题。强调不是政党行动，发起罢免的跳梁行动这边也否认有政治上的合作，也强调到月底进前会继续行动联署站达成联署的人数。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热纷纷，有民众是照气象署的数据来做出一份统计报告，讲全台湾各城市热到30度以上的日子呢，台南就有186天，是排全国第1名。等于讲这一冬就有一半的时间拢是晴短雨的天气。桥倒摆行拍日头，甲规身躯拢包安安。若无做防护的民众嘛，赶紧用手来炸日头，因为天气实在伤热。最近全台湾各地头温度拢冲悬，有民测备中也根据中央气象署伫1991年到2020年的数据指出，各地头单年温度有超过30度的日子，台南有186天，是全台湾上济。等于讲，伊单年都有一半的日子拢超过30度。受不了，那怎么办？吹冷气。我不能确定，但在这里的话，真的超热。测站所在的纬度影响很大嘛，但是呢，也要看那个站，例如说距离海的远或近，因为离海比较近的话，它就比较容易受到海风的调节。那再来也可能跟那个地方的地形有影响。温度继续冲悬，台南的名产之一关庙边，伊的招牌就是天然晒日头为主。不过日头若准伤美，就要缩短晒日的时间，若无面较会长起，造成热伤害，电脑影响品质。如果像这种天气啦，你还是2个小时给它曝晒的话，那面体会造成面体比较容易断裂。通常的话2个半小时，现在只缩短到1个半小时。最近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各地头的天气大部分拢是好天小热，过到会落西北风。南区气象中心嘛呼吁民众出门就爱炸日头，加啉水，才袂冻煞。记者温正雄台南报道。再来看宜兰的猪肉市场，因为臭咪毛，而且噪音阁真大声，所以地方是希望讲会当赶紧刷位。也毋过无论要刷去倒，伫当地拢是无人会当接受的。所以县政府是按算以补贴交通费的方式，甲台底的业务交予新北市，也是桃园，也毋过嘛是共款拄着问题。伊要用车运送到市场，等待拍卖含猪毒。宜兰县的肉品市场，因为较会产生臭味的含素音，是险恶设施，地方一直有叫伊迁去别位的声，但问附近的居民看法无同。对你遮有困扰无？
应该是加减吧？不会哦，还好啊，还好。对啊，就都还可以接受的范围以内。因为未来宜兰铁路的关键工程会甲都市规个填起来，地方的民代嘛，力促爆品市场会当迁走，才会当配合铁路关键，互当地发展较较好。但要迁去到靠海定岸，迁去工业区嘛，面对着无符合产业的分类和无土地的问题。那未来如果有要透过代载部分，我们也会这个。看看来研议相关的一个这个补贴的一个方式来进行。宜兰肉品市场一年猪的量差不多是9万到10万只，因为宜兰的资源无够，有一半的猪爱对桃园和中南部县市调过来。县政府是建议用补贴猪农交通费的方式，甲亲像猪的业务委托桃园还是新北市来做，来解决问题。歹处就是阮载袂济啊，因为阮宜兰无大车啦，车无够大车。所以有一个困扰伫哩啦。但是对这个规划，猪农是并无同意，认为讲宜兰载猪只的车并无大，数量嘛无济，当到运输到外县市去猪肚成本伤悬，嘛是伫个县内猪肚较方便。这项新措施敢会当上路？县政府搁要想办法和猪农有共识。记者综合报道。花莲403大地震影响到当地观光甲经济，即马为着要振兴地方的产业，台东县政府也个花莲县政府是做伙来合作，成立数位平台，用城市的货币来消费，就会当摕到优惠。手机摕起来扫 QR code， 即马去花莲佚佗的旅客，只要你有城市币，都会当去特约的店家来抵消费，唔但是会当拍折，阁会当来累积点数。导消费者来到旅馆，来到民宿的时候，他在房间其实就可以去做一个消费、选购伴手礼的一个体验。那这样子基本上，因为有时候民众来到花莲的时候，他可能没有办法每一个伴手礼都买到。花莲地地动了后是百业萧条，尤其对观光业的影响是有够大。花东一家亲的台东，这时阵是出来合面徛同齐，提出经营效果袂歹的台东杯，和花莲县府合作，希望两县共好共存。你这次一次拿2000万出来，一个人就1万枚1万枚其实以现金来说，大概是1000块。目前我们的注册的台东金币的用户大概就到15万、16万，他们很可能就会特别来到花莲。但这种方式敢真正会当帮助到花莲今后的产业，观光业才有无同看法。台东在这个数位点数的部分的话，其实已经做蛮久了，所以我们知道好像蛮多的台东民众其实已经手上有蛮多的点数。其实我相信还是会有一定的注意啦，但是其实对我们花莲目前最大的旅游现况大家受到影响的还是对于恢复旅客来花莲前来游玩的这个安全信心。花莲县政府预告讲，第一波要伫个7月初2到初6，伫个花莲火车头，无预警来发100万的城市币，大部分拢有价值1000块的点数，嘛鼓励花莲的店家会当加入变做会员，加一个平台来做生意，就会当加一个希望。记者综合报道。高雄美术馆已经满30档啊，即马来举办大型的展览。即个拜六礼拜开始，就会展出55件世界级的图，也有摄影的作品。今仔日早起，就已经看到皮卡索的作品。官方是表示讲，即摆展出的作品大多数拢是经典，而且有一寡是第一摆伫台湾展出。非常毕卡索的精品水手，工作人员非常细腻。这部作品第一届伫台湾展出，是毕卡索伫个2战期间所画的自画像。另外一项开箱的精品，则是女性摄影师兰格的义工母亲，同款伫台湾第一出展出。2件重量级的画作，还有摄影作品开箱，是要呼应到这届的主题。这2件作品其实刚好都是肖像画，而2件作品都代表着不同的年代，他们那个大时代里面的一个社会的现状，就透过这个开箱的方式，来去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对比跟呈现。罗美官表示，这次展览是泰迪美术馆第一届甲亚洲的收藏家合作的特点，有毕卡索、大卫霍克尼等等大师的作品，嘛有兰格、安德烈亚斯、古尔斯基的经典摄影作品。我们一直用一种破浪前行的方式，想要让高雄往更前进、更进步的方式来前进，然后持续创新，我们也持续创造新的城市价值。那一座拥有美术馆的城市，我想是幸福的。这次展览有泰迪美术馆34件，还有21件国具基金会收藏，会当呈现着700档来艺术媒材创作的转换，还有高用的过程，会当感受到艺术家想要表达的时代，还有因的遗憾。记者王刘婷、陈hen坤报道。
来看台师大台文系咧做文化研究的教授曾家颖，伊是2个囡仔的妈妈。伊讲家己除了想要为囡仔来创造台语的环境，嘛希望会当甲家己对社会甲文化的观察甲思考，放入去伊的台语绘本内底。最近这个系列上尾2本绘本阿培甲阿敏参最后的乌云白嘛要出版啊，所以伊也来到国小甲大家做伙分享。前月出版的公民绘本系列，甲自由认同等等的公民意识，用故事要互囡仔知影，是真罕见的题材。公民绘本系列最后的2本也要伫6月26出版。像阿皮甲阿敏是咧讲2只台湾山羊仔兄弟离开妈妈独立生活的故事。另外一本最后的乌云白，用即马已经看袂到的台湾乌云白来比喻真济本土语言传承的困境。台语绘本作者曾家颖拜日来到台北的固定国小，和学生分享。一开始要做这个绘本的时阵，都是因为是为着家己的囡仔，通好看这个册。但是慢慢我感觉讲嘛是会使教我家己对这个社会和文化研究的一寡学术的关怀，嘛会当放伫这个绘本的主题内底。为着要实践多元母语的精神，配合绘本所做的网页嘛有手语的版本。然后伫配音的部分，作者曾家颖和伊的一对相声的后生林增定甲林增新做伙完成绘本的配音。做即马，你乃开始过家己新的生活咯。我敢今仔日要开始家己的旅行啊！我无爱毕业，我要永远甲妈妈住到阵。这几年来，台语囡仔歌绘本教材等等愈来愈丰富，关注的面向嘛真多元。学校的老师认为讲，这拢是帮助囡仔伫生活中加接触台语真重要的资源。适合这个年纪的囡仔学的物件愈侪是。愈多元是愈好，因为囡仔会使去有选择。有机会的时阵，阮会鼓励囡仔，你若是学台语，你就会使用台语来表达；你若是学英语，你会使用英语来表达。安尼，上重要嘛是希望家长伫厝内底拢会使讲台语。校方表示，要营造台语的环境有影无简单。因认为上要紧的，要是父母要有意识甲行动，囡仔才有愈侪用台语来开讲、来思考和创作的空间。记者卢尚如、柯炳哲台北报道。今仔日过到这西部、东北部，也阁有东部地区是有局部性的短暂雷公雨，也那中部以北，也阁有其他的山区是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明仔载这中昼过了，这中部以北、东北部，也阁有东部地区，甚至是其他的山区，嘛是同款有局部性的雷公雨。所以提醒大家，这热天时啊，出门大家注意天气的变化。也那下半晡天气到底是如何呢？天气报你知，带大家做伙来了解。北部地区31度到36度，中部地区30度到36度，南部地区是27度到36度，东部地区30度到33度。外岛地区是28度到33度，也有未来3天的气象。以上就是这则台语新闻，感谢你的收看。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相会。